大家好，我是孟欣老师。今日我来大家陪大家分享一个合拍舞图，我就来复习从头到尾的动作。准备咯，大家还记得冇？腳打開，1、2、3、4，1、2、3、4，頭抬起來，3、2、3、4，4、2、3、4，下來我就會擺 pose，5、2、3、4，6、2、3、4，7、2、3、4，8、2、3、4，老拳呢，1、2、3、4，腳挖拳，5、6、7、8，2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還記得下一個動作嗎？麻花往旁邊，1、2、3、4，彈胸向前，5、6、7、8。本影片上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強用係麻花，唔過數目強用，3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仲有一個拳呢，4、2、3、4，不用前頭，數不用前頭，5、6、7、8。你大家有記得冇？就張複習擺哦，前面的動作，準備咯，5、6，開始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3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4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5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6、2、3、4、5、6。麻花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3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4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接下來，我哋要進入主歌嘅部分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手放臉頰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手往前指，3、2、3、4，肩膀，5、6、7、8，手抱胸，4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非常好，再來一擺哦，準備哦，5、6，開始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1、2、3、4，又是吧，5、6、7、8，3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4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接下來繼續上一擺嘅動作，準備哦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1、2、3、4，抖肩膀，5、6、7、8，3、2、3、4，非常好。再來一擺哦，然後就要從主歌嘅部分開始，準備咯，開始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3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4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5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6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7、2、3、4，非常好。接下來，我哋要從前面開始，準備哦，慢慢地來哦，預備，開始，1、2、3、4，1、2、3、4，3、2、3、4，4、2、3、4 pose，5、2、3、4、6、2、3、4、7、2、3、4、8、2、3、4、
1、2、3、4，把钱呢，5、6、7、8。1、2、3、4、5、6，麻花3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4、2、3、4、5、6、7，强用麻花5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6、2、3、4、5、6、7，开始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放脸颊，3、4，扭扭扭扭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1、2、3、4，满片上7、8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1、2、3、4，非常好。下就有一些在唱，不过下就再练习一摆，准备咯，预备，开始。1、2、3、4， 1、2、3、4， 3、2、3、4， 4、2、3、4， 5、2、3、4， 6、2、3、4， 7、2、3、4， 8、2、3、4， 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 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 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 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，麻花3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 4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 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 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 3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 4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 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 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 1、2、3、4，非常好，大家來披着音樂來練習一擺哦，準備。3、2、3、4， 4、2、3、4 ，pose， pose， 轉圈的哦，拉圈的，麻花，含胸，用用黑麻花哦。可以摆，拉开。指前面。肩膀。非常好，再来一摆哦。准备咯，调整一下呼吸。3、2、3、4， 4、2、3、4 ，pose， pose， 可以偏上，跟偏上，转圈呢。麻花咯，含胸，转圈呢，手交叉。可以填。非常好，大家就做到动好哦。我記得咯，人家就在跳舞的時候保持呼吸，人家就害怕不頭的口上就都鴉片。什麼大家，拜拜。